講到人物尊貴甲美善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這個禮拜，牧師有一個心意，放佇我的祈禱的中間。我望咱教會所有的青年，當因大漢的時陣，父母會當用因做心中的歡喜甲驕傲。時間咧過足緊，我的家庭囡仔嘛攏已經長成。上帝佇因長成的時間，甲阮陪伴恩赦，互阮有穩定。牧師真歡喜甲恁分享這種的快樂。牧師嘛渴望上帝賜阮祝福，佇咱教會大大細細。囡仔有囡仔的榮耀，大人有大人的榮耀，老人嘛有老人的榮耀。願天父上帝將這個榮光尊貴賞賜予咱。檢查兄弟姊妹，你要問我講，牧師你所要講的，以及聖經所要講的，人的生命的尊貴到底是什麼？恁慢慢的聽，牧師通過聖經甲咱分享。一個人有尊貴的畫面，伊行出去，人看到伊就感覺講：哇，毋是伊敢若行路有風，這個人甲人無共款。伊的水毋是這個世間的水，伊的水毋是伊穿名牌的衫的水，是人的生命有一種講袂出來的氣質、精神。成語叫做氣宇輝煌，意思就是伊的態度、伊的氣質，有甲人無共款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無同意？做基督徒，甲一般外面社會的人的氣質應該無共款。這毋是社會對咱的要求，這是社會對基督徒甲教會的存在有另外一種的標準的看法。講，因做基督徒，甲這個社會交際應酬的人無共款。願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伊的聖神往咱分活開，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領受聖神的幫助。特別，上帝祝福咱的子兒孫，將來有榮光尊貴。今仔聖經講，做因生命的冕旒。咱為着這種的祝福，咱擱一擺同心來祈禱。活命真理的上帝，你賞賜活命甲真理，你互真理提升人的智慧，你互真理提升人對有價值的事有所認捌。主，阮今仔日聚集佇你的聖殿，願敬拜你，因為你的名夠遮寬大。主啊，佇天地中間無一個生命會通甲你相比拼。願敬拜你的時，願主你的榮光充滿佇這個聖殿中，特別互人的心充滿上帝你聖神所帶來新的活命的氣力、覺醒、能力、智慧。主求你祝福今仔日的禮拜，互每一個兄弟姊妹大大得到幫助。願佇你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今仔日我要甲咱開咱的目睭，互咱讓認捌這個佇人生中間真正有價值的事。一個人目睭若無明，伊就袂通真正認捌什麼是有路用，什麼是有價值的事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上帝聖神開咱的目睭，互咱充滿智慧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分享的祈禱，就是甲上帝討這個屬靈的智慧。伊講，咱若認捌上帝，咱就認捌伊所賞賜咱又寶貴又貴重的迄種的應允。新約舊約的聖經中間咧講起人覺醒認捌上帝了後，伊就脫離卑賤的事，目睭我走無看虛假。求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，兄弟姊妹也佇今仔日的禮拜。帶兩個祈禱，都佇你的生活中間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囡仔，會通認捌上帝的榮耀，上帝真正的價值。我捌甲你分享講，我的媽媽是一個真有審美觀念的人。假使你若來了較早，佇德登教會，捌我的媽媽迄個時期，你會感覺我的媽媽真正是無共款。伊對審美觀念有她的獨特的伊的堅持，毋是干那清茶。伊對色彩，伊對插花，對真正水的這物件，伊攏真有伊個人的看法。其實我真福氣，因為我細漢的時陣，我的媽媽有當時伊若要去逛街，伊毋是帶我去買物件互我，伊攏會帶我出去，然後佇百貨公司，就叫我徛喺邊仔看。伊講：你看這領衫有水無？
伊會水佇啥物所在？我媽媽會教我講，啥物色彩相貴，伊會真無共款的看法。伊會講，這個設計伊獨特的地方在什麼？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伊的聖神，就親像我的媽媽帶咱大家，互咱佇人生中間有對審美的觀念有一個新的開始。所以基督徒的穿插，甲外面的社會的流行會無共款。你敢有同意？今仔真多時陣，人穿衫，伊所表達出來某一種的水，其實甲聖經中間無一定是一致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在上帝面前，咱知影什麼叫做真正的尊貴甲榮耀。願天父上帝互咱明白，因為聖經耶穌伊安尼講，恁就愛完全親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樣。所以聖經常常會教咱講，咱的穿插、咱的形象，就親像上帝起頭創造咱的事。上帝用伊的形、用伊的氣質、用伊的榮耀來創造咱，毋是因為咱穿什麼的問題。是因為咱內面有啥物種的聖神，咱內面有啥物種的氣質，咱就誠做心中的人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，聖經甲咱講，上帝要互咱有份佇伊的聖情，上帝要互咱有份佇伊的聖情，這是真大祝福。咱無論今日到啥物所在，人講因是天公的囝，你無論今日到啥物所在，伊咱就代表上帝。這屆的經典賽有一個。對美國倒來台美意迄個叫做會財有無？伊閣學一句台灣話呢，等於要倒去美國，是人咧甲伊問的時，伊講一句台灣話講，我是天公仔囝。雖然伊講台灣話安尼無真骨溜，嘛無真對，但是伊竟然知影講，伊是天公仔囝。台灣人是一個佇世界上應該是一個有尊貴的兄弟姊妹。咱不但是天公仔囝，咱是天父上帝的查某囝囝兒。願天父上帝，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對聖經有根基，咱對聖經有標準，咱用聖經來做咱的祈禱。求天父上帝帶咱讀聖經，特別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兄弟姊妹，你聽了後，你問你家己講，佇今仔日的經文中間，有對一句話特別感動我。你針對伊個感動，回應上帝的聖神，你甲聖神講：聖神，我感謝你，佇今仔日個禮拜所讀的聖經，你互我明白，什麼是寶貝，什麼是貴重，什麼是上帝的性情。上帝的性情的原文叫做上帝的本質啊。迄個性情，迄個字英語甲伊翻做 nature， 就是講伊畫出來人的迄個品格甲氣質。有上帝的形象佇咱的內底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咱靜靜聽，安靜想，勇敢甲上帝討，伸出你雙手，你甲主討講：主啊，猶閣未夠慢，無論我即擺年紀怎樣，活到老，學到老。主你幫助我，雖然人到年老的時陣，感覺老狗變不出新把戲，改成人到老都無啥物把戲通變啊，毋是，兄弟姊妹。人生是永遠的，你若相信將來是永遠的。人雖然年老，永遠甲上帝榮耀，一直到永永遠遠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是有福氣的人，咱今生享受上帝恩惠，咱將來未來嘛享受上帝所享受永遠的活命。求天父上帝今仔日將伊的榮耀尊貴，親像大衛講，大衛較有這種的智慧，大衛較有這種的覺醒。今仔日恁若靜靜閣將詩篇第八篇定心安靜甲讀，基本上詩篇第八篇是一種人的覺醒，人佇伊所生活的環境中間，佇大自然的中間，伊忽然有感覺有一種的神聖，有一種的榮耀，有一種的尊貴，講耶和華你的名何等的神聖。伊看到日月星辰。伊生活佇大自然的中間，伊對大自然的中間，忽然感覺，伊是徛佇這個青草地上，但是是一個神聖上帝創造的所在。這篇詩基本上叫做覺醒啊，覺醒。這個人將伊內面的一種的智慧的覺醒，伊就寫落來。特別伊佇第3節第4節，伊講人算什麼？
你竟然看過伊，你竟然疼惜伊，啊！這番你的心，你講，親愛的天父上帝，你所享受代筆的，我嘛要愛有。啊！這安尼有道，安尼有公平無？上帝會祝福代筆，敢袂祝福咱？上帝祝福所羅門，上帝敢袂祝福你的囡仔？咱的答案攏講是 yes， 會，對不對？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有一日毋是干那出好行順，咱的囡仔出去到什麼所在，攏都有上帝的尊貴榮耀，啊，人攏感覺講，因基督徒的家庭甲人無共款，毋是咱牛，毋是咱有能力，是因為上帝聖神來充滿咱的家庭，咱的家庭要無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伸出雙手來領受。咱做基督徒上大福氣，就是佇今生得百倍，即將來得永活。願天父上帝將這種活命的歡喜賞賜予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。尊貴，聖經所講的尊貴，毋是虛榮，尊榮不是虛榮，真的袂假，假真袂去。願天父上帝幫咱咧今日的禮拜，咱做做雙手，咱甲上帝討，上帝我信息的活命。我尊貴的活命，不是榮華富貴，不是虛榮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來聽詩篇，無可是個一解讀互咱聽。佇詩篇的中間，伊最重要這個詩篇內底，伊講到兩項：第一，認捌上帝；第二，認捌家己。代筆先認捌上帝了後，伊忽然就認捌家己。所以講，你將這管理宇宙的萬物的權利，賞賜伊。人算做什麼？你將榮光尊貴做伊的帽仔，你將榮光尊貴親像王子、國王的囝，伊就得國王的帽仔，佇上帝榮耀甲尊貴，將伊賞賜予咱。原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甲主禱講，主互我心知，互我明白，互我看到你的榮耀，互我心知，互我明白，互我看到上帝你的榮耀。那看過水的物件，你就忍受不了那個，有個慫，有個敗，紅配綠，搞錯屁，當然是一個形容詞啦。紅配綠有當時配到好嘛是足水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上帝賞賜伊的聖神陪伴你。若毋是聖神的幫助，無人會當看到一個之神，就忽然有這種的智慧講：哇！我看你的手所做的天，你所擺設的月甲日頭，我忽然問講：人佇這個浩瀚星河，人佇這個宇宙下面，人何等的渺小，人何等的微細。求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請聽代筆安尼講：耶和華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遮懸大，你的榮光擺設佇天頂。佇這個所在講到上帝至尊至權的名。所以耶穌甲咱的祈禱講：願你的名聖，願你的國臨到。兄弟姊妹，佇你的一生中間，你敢有感受到你佇任何的事內底，佇任何的代志大小事，互主出頭，互主的名得到高舉。所以尊貴的基督徒最重要，你問牧師講，敢有一句話會當形容上帝的尊貴，甲人類所得到的尊貴？牧師提醒恁一句話，恁已經早就知：容神益人。佇人一生中間，無比這項事更較重要。人的存在是為了榮耀上帝，人的存在是為了讓人通過伊的生命受祝福。聖經對頭到尾，對阿伯來喊講啟示了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伊的面前，咱永遠尊上帝的名，無辜負伊的名。無互伊無面子，咱行出去到後面，甲人交陪，你都愛記得，今仔日咱若學袂做，是互老爸安那無面子啦，互上帝見笑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尊主的名最大，也願伊的面的光，願伊的面的光照咱，互咱活佇伊的榮耀的中間。求天父上帝幫助。代筆有一個足大的特質。就是聖神充滿的時陣，伊會頓悟，伊有自覺，伊會發現，伊會發現。我徛佇這個宇宙中間，我毋是講一個個樣的囡仔那定，就親像咱得當出來的囡仔，
唔通嫌家己。竹堂雖然是草地，但草地無比台北較無路用。草地囡仔煩惱比台北會無共款。信心無虛華，對無？但是有當時啊，出外去會去互袂益。咱若佇繁華的都市，若無甲伊虛華，咱好像就對人袂着。哦，白講，毋是安尼。咱佇這個世界咧用的，就是實在信息的活命，人生生命。所以，你姊妹，願上帝賞賜咱有這種屬靈的智慧，敬拜上帝無空空，你阿們嗎？敬拜上帝無空空，恁阿們嗎？敬拜上帝無空空，恁相信嗎？我的上帝無互我一生見效，我的上帝互我的一生中間充滿真多我不配得，但是他量身定做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咱攏是福氣的人。因為咱做這個竹堂教會，這個家庭的一份子，人人有份。願天父上帝施恩賜福在咱的中間，互咱佇今仔日，上帝將什麼授賜咱？今仔日的牧師會祈禱，今日牧師會第一張投影片，迄張相片，都、就是一個細漢查某囡仔，甲耶穌咧講話。耶穌甲伊講：我要將榮光尊貴放佇你的生命中。無論咱去到啥物所在，咱毋免講話，人就感覺這個囡仔無共款。伊好家教，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互你的朋友講：哦，你是真好教你的囡仔。我強要我囡仔老死啊！啊，啥啊？恁的囡仔較人講無共款，你毋通誇口，你愛來講，家在有上帝祝福我的囡仔。我的囡仔真仔日好教，是因為我有出來敬畏上帝，所以敬畏上帝的囡仔知道理、捌道理，願意聽道理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咱福氣，願這個社會所有的家庭，攏因為咱來敬拜耶穌，也因為咱來敬拜上帝。伊甲咱同得福音的好處。願天父上帝將榮光尊貴放佇這間教會，做伊的光，做伊的面流，互咱佇伊的面前享受這種的榮光。代表有一個足要緊的態度，伊徛佇這個天地中間。伊發現上帝的尊貴榮耀，伊發現家己的渺小微細。一個袂曉謙卑的人真困難讀有上帝的話，一個袂曉謙卑的人真困難順服上帝的計劃甲上帝的帶領。但我有一句話叫做假傲啦，嘛有一句話叫做假善啦。今仔真侪人是假傲，佫兼假善啦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上帝將迄個聖神放佇咱的內心，咱忽然就一句話講：聖在，聖在，聖在。咱的心內若有這種上帝臨在的敬虔的心，咱就袂隨便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第一個祈禱，牧師代替上帝伊的手，將這個榮耀尊貴手帶到恁的面前，恁若歡喜的樣，恁就伸手來領受。願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，聖神開咱的目睭，互咱認捌上帝的名何等的尊貴。上帝伊佇這天地中間何等的有權能。願上帝，願主耶穌將伊所有一切好良善加添佇咱的中間。今日聖經講，就濟濟加添互恁多加的生命，兄弟姊妹，濟濟加添互咱。我所聽兄弟姊妹，咱用上帝聖經講，大大的張口，大大開嘴，毋是干那食，大大開嘴就是學樂敬拜祈禱，用上帝大大的張口，大膽甲上帝討講，主除去我心內罪罪，遐虛榮，遐虛假，主你將你的榮耀尊貴放佇我的內畫面內底，互我毋免安那勉強，是自然之人。心裡種的代志，我一呼一吸，舉手投足，攏充滿上帝家己伊本身的尊貴甲榮耀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特別今仔日所讀的第二段的聖經是彼得後書第1節到第2節，第1章第2節到第4節。最近咱的教會查經的進度拄到佇大衛包森所咧介紹的彼得前後書第1章第2章。第一中間彼得發現講，上主耶穌所起造的小亞細亞的教會，
有危機。第一，因對聖經無明，所以咬互人搖動欺騙，所以因的觀念對聖經的認捌有偏差。第二，因的行為無細正，品格無細正。第四，彼得感覺講，這群人因佇上帝的面前，因失了因應該有的氣質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彼得後書怎樣講呢？伊咧幫助基督徒認捌上帝伊神聖的本性，然後佇伊的畫面中間，會當建立一種真正天國的價值觀念、天國的價值觀。兄弟姊妹，這是你的家庭作業。你安靜回想聖經看起來，佇基督了後，你問聖神講：聖神求你幫助我明白，今仔日牧師所提醒，什麼叫做天國的價值觀？白白得到，白白予人，聽人親像家己。上帝所講的尊貴的事，就是容神一人，大愛無私。兄弟姊妹，願咱佇這個信仰的內底，咱的生命有改變。咱變做一個歡喜甲人分享的人，咱變做一個袂虛華的人，咱變做一個踏實的人，咱變做一個有憐憫人，看到人的欠缺時，心內的唔甘。咱變做一個有寬宏大量的度量，人會辜負人的過失，咱對心中有一種寬容包容的心，講主啊，赦免你，因為因所做的，因唔知。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咱來讀這段聖經，彼得安怎講？伊講：恁若深知上帝，恁若深捌主耶穌基督，今仔日個禮拜，逐屆個禮拜。逐擺的禮拜，最重要的目的是幫助既然行入這個聖殿，徛起來信仰告別吟詩，祈禱的兄弟姊妹，攏目睭金，會當看見這個看袂到的上帝，充滿在咱的身邊。願天父上帝聖神幫助所聽的兄弟姊妹，捌上帝的人，伊心中有虧力，伊袂感覺人生中間欠這欠那。捌上帝的人，伊佇人生中間。無容易，互這個世間的金錢收買伊的靈魂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個禮拜，上帝聖神甲咱撒個地地。若毋是聖神，人就無法度認捌上帝。這句話啥物人講的？這句話是保羅講的，寫佇哥林多前書第2章。兄弟姊妹，恁重新對讀。伊講上帝所賞賜咱的聖神，毋是這世間的聖神，是上帝家己的聖神。伊要將所有上帝的奧妙，攏互咱明白。願天父上帝幫助。保羅佇迄本哥林多前書第2章中間，伊講到標題，伊講上帝為着聽伊的人所預備的，就是佇遮。上帝將伊的聖神。親像伊的靈分入佇咱的生命中，佇個今仔禮拜，擱一擺分入咱的生命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個禮拜，最後一句伊講啥？加添濟濟，遐這你願意無？你願意才做一個富足的人嗎？有滿足的喜樂。什麼人叫做滿足的喜樂？就是伊心內無迄個欠缺的乞食性，欠這欠那欠那。人的一生若有一個滿足，哪怕咱過的生活是一個真簡樸的生活，咱嘛會有一種滿足的喜樂。求上帝的聖神將伊家己本身充滿在咱的家庭，充滿在這間教會，加添濟濟。兄弟姊妹，你看你的心講，主啊，阿們。願主加添予你，在你的人生中間，不但加添你所需要的物質、金錢。上帝加添你濟濟智慧、品格，閣有就是上帝所有一切榮耀的美德。伊講，恁就要有份，美德佇這段第4節，伊講，恁就要有份佇上帝的聖情。一個互上帝聖神充滿的人，伊知輕重。我閣講一解，一個互上帝聖神充滿的人，伊知輕重，伊知影啥物是輕，啥物是重。尊貴這個字本身佇希伯來語，伊的原本的意思叫做有重量啦。意思提起你上帝伊的天平頂懸親落去，
就知影人這個人的性命怕怕，這個人的性命怕怕。咱若放佇上帝伊的審判之前，尊貴的活命是有重量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弟弟，請聽彼得伊安尼講，伊講上帝的權能已經將一切關於活命甲敬虔的事，將這兩項事甲咱講。上帝的權能，這個字叫做寫奧dunamis， 這個字短兩個字，權能這個字就是上帝甲伊的權能。求天父上帝將伊的權能 dynamic， 就是上帝的活命的 energy， 甲伊的這種的氣力放佇咱的內心，互咱明白兩項：第一，人活是一口氣。互咱明白，咱若親像一粒麥仔，待佇土裡，這就是上帝國的價值觀了。主耶穌所互咱的上帝國的價值觀就是安尼，伊親像一粒麥仔，待佇上帝國度的土。耶穌是一個尊貴的上帝的聖子基督，伊竟然對天降臨，對伊的寶座頂、寶座伊頂懸行落來，臨到佇這個世間，聽小你我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願咱明白耶穌留予咱的模樣，願咱親像咱的主耶穌一般樣，求天父上帝將這個活命甲敬虔、敬畏上帝的人必然要得到聖神的充滿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伊的生命要脫胎換骨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才有福氣，通坐佇上帝聖殿內的咱。今仔有真濟世間人，到處親像甘露，無用試試，一直咧找，一直咧找。什麼是成功的人生？什麼是有福氣的人生？什麼是尊貴的活命？願天父上帝對天降伊的雨水洗清咱，對天降伊的榮耀的光照咱，對天將伊的聖神的風噴入佇咱的內底，親像火的紙噴入咱的內底。古早就是安尼講，今仔日嘛是安尼講。兄弟姊妹，莫干那聽，領受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伊講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。兄弟姊妹，在你一生中間，你已經領受到上帝給你生命嗎？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找着拄着，拍門就甲咱開。愛教咱的囡仔對少年都會曉甲上帝討將來人生。我的父母從我細漢的時陣，雖然伊用足大的努力、足大的辛苦，你栽培我甲我的哥哥兩個雙生仔，就愛阮會曉讀冊，愛阮會曉有出發，但是更較重要，我的父母溫存阮，佇上帝聖神的感動中間，選擇阮的人生何去何從。當有一日我甲我的爸爸講：“爸爸，我想要讀神學院。”我的爸爸迄個笑容到今仔日。伊不但甲我講唔係啦，伊閣帶着一個歡喜，與有榮焉。我頭一擺感覺我的爸爸，感覺我的選擇，伊講選得好，伊無安尼講啦，這是我家己講的。我會感受到我的爸爸，伊陪伴佇我的身邊。有一日我到天堂甲伊相見面的時，伊講：阿成，你有認真，你無認真，伊會開嘴。求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個禮拜。明白，上帝講伊要將伊的本性賞賜予咱，兄弟姊妹，拍開咱的心門來領受。你講請入來，以馬內利的上帝，求你幫助我。願咱佇伊的面前，咱就明白，什麼是活命，什麼是敬虔。兄弟姊妹，為着你家己的活命改變，好無？毋是為着別人，是為着你家己改變。咱來到上帝施恩座前，最重要就是要主耶穌基督的活命改變咱的活命，恁同意嗎？哪來那親像耶穌？永遠毋通停止。哪來那親像耶穌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伊的面前，咱有智慧明白講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咱嘛知影講敬畏上帝的人無空空，求天父上帝幫助你，有法度教你的囡仔人物。虛榮跟尊榮是不一樣的。虛榮是可以用錢買的，但是尊榮是用錢買不到的。
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兩個祈禱。第一，求主幫助咱明白，什麼是真正的尊貴，什麼是真正的好。求天父上帝，我咱做基督徒無空空。對少年甲年老，愈來愈清楚知影講，有價值的事、好的事、尊貴的事，將這個智慧放入咱的囡仔心內。親捌上帝是智慧的開端。所羅門講，敬畏耶和華就是什麼？智慧的開端啦！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家庭，咱的囡仔有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幫助，將這個智慧、能力、尊貴，最最加添予咱。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求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。上帝所有人類就是活得像人，不是活得像鬼。人甲鬼是無共款的，我人就是人。今仔聖經講，你予我比天使利亞較輸，這毋是輸贏的問題。代表所講的這句話意思就是講，你活得讓我像天使一樣的燦爛尊榮。那你起碼代表伊安尼講是講，你予我比天使利亞較輸，伊的意思就是講，我甲天使真接近。佇人類的中間所追求的，就是上帝活命，改變人的活命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我要安怎認捌上帝兩項？咱要認捌上帝第一項，就是通過聖經認捌上帝；第二，通過佇你心內這個聖心，你我都認捌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讀聖經是咱做會到的，但是聖心要安怎會當充滿佇你的內底？祈禱。你若愛上帝聖心充滿佇你的內底，你愛真正歡喜。你甲聖心講，我要100%將我的心思意念、將我的思想、將我的慾望、將我的態度，全然交佇你的手中。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懇求你，親自到我的活命。昨暗的查經班牧師有安尼甲兄弟姊妹分享講，我甲咱一個祈禱，得到聖神的充滿。我甲因祈禱，甲因分享講，親愛的聖神，請你進入我的生命中。我奉耶穌的名懇求你，進入到我的活命中。因為耶穌親自應允講，聖神要臨到佇恁的活命中間，伊要將我過去所講的話，擱一擺講互你聽。聖神若甲聖經做伙的時陣，人就要充滿最料想未到的創意、智慧、聰明、策略、能力、才華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毋通空空離開，求這個聖神充滿佇你的家庭內底。所以，今仔日這句話伊講，律法就是將來的事的影。意思是講，你對上帝話頂懸認真來領受的時陣，你就要看到你的將來。因為上帝要通過聖經甲你講伊的計劃，上帝要通過聖經互你明白，伊佇你的生命中間的帶領。既然你有感動的話，伊就要成就佇你將來的人生。所以希伯來書佇聖經的上尾要結束的時陣，希伯來書伊講律法是將來美事的影子。在座的青年，恁若想要愛明白恁的將來是怎樣，恁用祈禱，然後讀聖經。上帝要親自對聖經的內底甲恁講，什麼是我為你量身定做將來的計劃？這是真的。上帝聽每一個人祈禱，伊嘛聽牧師的祈禱，伊嘛會聽恁的祈禱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明白什麼是有價值。彼得佇伊即種彼得後書第1章第3節，伊講將活命甲敬虔的事，將活命甲敬虔的事，用什麼種的能力？用上帝的觀念，用上帝的觀念開條，互咱知影，互咱明白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選擇，因為伊將真正的智慧賞賜予世間人。願天父上帝，互咱這陣敬畏敬拜伊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敬拜無空空，咱的敬拜嘛無到咱這代就結束。願天父上帝，互你的囡仔智慧，擱再加添智慧；能力，擱再加添能力；敬虔，擱再敬虔，增加敬虔。
願天父上帝將各種的良善美好，攏放佇你的家族，互咱佇這個社會做伊的代表，做伊的見證。今仔真歡喜看到金明姐甲謝中兄因今仔日健康來到教會做禮拜。天父上帝祝福，咱或者有當時會艱苦破病，但是上帝常常攏是咱的倚靠。願天父上帝最加添，包括體力，包括智慧，包括心內的良心，上帝聖神的開達。咱讓真捌，上帝願我的生命隨互你看，也願你的生命佇我的內底，互我隨互這個世間，我的親人朋友看到主你的榮耀。所以聽你姊妹，願恁對上帝親自來領受一切。上帝所生出正直的心、清潔的心，人非聖潔，不能見主面。新約聖經講，人若無清潔的心，就無法度看到上帝的榮耀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大愛無私，榮神益人；大愛無私，榮神益人。一個基督徒佇這個世間，上帝國毋是干那福音的消息爾。上帝國的福音就是上帝將上帝對天人來活命，放佇這個地上伊的囝兒查某囝，互這個地上的所有的萬民攏知影講，原來上帝手中有一個極大無比的祝福。上帝常常用軟弱的人互勇壯的人見笑。上帝常常用喪凶的人，互好嘢的人見笑；上帝常常互軟弱的人，互迄個剛強的人見笑。這個信息不是見笑，信息就是一個新的看見。看見講，人袂通誇口伊的錢財、伊的健康，人無啥物通誇口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伊互咱有聖經的信息。主耶穌留了一個足大一粒麥子的典範。主耶穌高高在上，但是伊對天堂的頂懸對天人，伊慢慢一步，伊落來到這個凡間，佇這個世間，甲咱相合之地。耶穌所追求不是人往上爬，耶穌所予咱的一個很吊詭。所以真濟人講，耶穌所留予咱模樣是這個世間人袂通明白的。除非人互上帝聽充滿，若無有甚麼人願意犧牲家己、放落家己，選擇往下流動的去服侍人的人生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會當知影，獨獨只有認捌上帝的人，伊才會當認捌家己；獨獨只有認捌上帝的人，伊才會當得到多加的榮美。在咱的生命中間，哪來哪加天的榮耀？求天父上帝互這間教會，不是美佇草地，雖然是佇草地，但是嘛會通榮耀上帝。最鄉村的教會的見證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將伊的榮耀、將伊的冕旒、尊貴，放佇這間教會，互上帝光充滿佇咱的中間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做第二個祈禱，開我目睭，開我目睭，求上帝開咱的目睭，互咱佇人生中間看到正確的選擇。求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，提升咱的眼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都要用尊貴甲上帝榮耀來提升你的囡仔的眼光。愛用這種的祈禱，帶你的囡仔。求你的帶你的囡仔到上帝施恩做證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開咱的目睭。哥林多前書拄則牧師甲咱講，上帝為着聽伊的人所預備的，伊予咱什麼？伊予咱就是上帝的聖神。咱所領受的，就是對上帝來的聖神。伊要予咱明白上帝施恩賜福佇你一生中間的事。兄弟姊妹，聖經遮爾寶貝。對頭到尾，不要斷章取義。咱來真正對聖經頭讀到聖經尾，咱來一氣呵成，了解上帝話原來是安尼講。所以咱讀到上帝所有備的，為着聽伊的人，甲咱備辦的是什麼？是伊本身就是聖神。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明白
真正尊貴不是榮華富貴，真正尊貴不是虛榮，真正尊貴就是活出上帝的美好，活出上帝的性情，求主被上帝將伊的性質、性情、本質放在咱的內底，放在你的家庭。親愛的姊妹，耶穌聽你，咱做祈禱。我們的主宰，什麼攏唔是。主耶穌，阮深深記得你甲阮講，你是葡萄樹，阮是葡萄枝。佇今仔日的禮拜，阮同心聚集佇你的聖殿，阮求你，閣一擺，將你的聖神賞賜互阮，互阮活出你的本質，互阮明白主你的聖潔、榮耀甲尊貴。主你幫助，既若心中較無的你的囝兒查某囝，提升因的眼光，賞賜因聖神的權能，互阮贏過這世間。阮佇你的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尊名求，阿門。